来葬我。团圆，来吧，让我们的星汉阿萨来活哭吧！人们恍惚起来，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使然。前途近于绝望，而一个孩子又能做什么？也许绝望的人们已经失去了理性。长生天，我们的寒藤子里不会伤害孩子，会接纳阿萨来的。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！战争的阴影消失了，我的朋友。说实话，我真不愿意对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残兵败将发动进攻。让他们踏上返回伏尔加河的归程，还得等上几天。您说的没错，他们确实需要等上几天。不过，他们现在急切的需要俄罗斯的帮助。您的英明决定在俄罗斯都行得通，何况图尔扈特人？不，你错了，这不是我的决定，这是女皇陛下的决定。是我们仁慈的女皇乌拉。她还有一道命令，我要逮捕娜塔莉亚，我需要得到你的协助。这对你来说并不难，可她不是我们俄罗斯人。对于您来说就更容易得多了。众议院的议员们不会反对，也不会吃惊。谁会为波兰的问题找您的麻烦呢？我会把他流放，消失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。他不是拿破仑，不该给他那样的重视。那他会提出抗议的。他的声音会淹没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。那么，您是叫我执行？我会给女皇一个建议后再执行。好的，那我随时听候您的吩咐。对，你们要尽快休整。长官，请带我见薄将军。哦，娜塔莉亚，你好啊！你能活着回来，这真是奇迹。这边请，跟我来吧。韩国的末日降临了，我们宁愿用死亡来迎接韩国的灭亡。我巴西罕，我们已经到了家门口，绝不能屈服。想想那些死在路上的人吧，如果我们现在返回伏尔加河，他们的鬼魂会在半道上等着我们。是啊，新韩王的出现意味着韩国的分裂，我们还怎么对抗俄国人？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，无论是屈服还是对抗，都意味着韩国的灭亡。你们看看对面的俄国军团，面对强大的俄罗斯，现在的图尔扈特人不堪一击，就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上。我们面对死亡，但是我们不能分裂，分裂会使我们的意志消沉。只有废除新的韩王。
哎呀，你们别认了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救不了你们的。你逼他，哎呀，他还小呢。如果你们不想走，就找俄国佬去说，别把你们的脑袋强加在一个无辜的孩子头上。你们走开呀，走开！阿萨莱，阿萨莱。能活着见到你，真是个奇迹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是汉登格里对我们的恩赐啊！这叫人高兴，又叫人悲。阿萨莱，你能活下来是我们的福分，也是托尔扈特人的福分。韩王，宗基。儿子，过来。妈妈呢？我要见她。慢慢你会知道的。过来。宗基，我把儿子交给你，一定帮我带好他，带好他。百姓们，回到你们各自的埃马克去吧，往后的路还长着呢。韩国会有新的考虑的，回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回去吧。是啊。你比我幸运的多呀，你得感谢俄国佬和女皇，能叫你们父子团聚。而且是在2000公里以外的巴尔喀斯湖边。汉，长生天照顾你呀！我们得承认东归失败了，你们看见了。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博将军的俄国军团，这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对抗。图尔扈特人已经失去了许多的艾马克，大约10几万人，保留住最后的几个艾马克，也只剩下7、8万人了。士兵们和百姓一样，都没有斗志了，他们没有了肉干，甚至有的家庭连牲畜都没有了。俄罗斯会给我们粮食吃的，我们如果接受了他们的条件，我们就会活下去。我们可以在这里重新生活。大家实在是饿得走不动了，请原谅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出席您主持的会议了。现在我们图尔扈特人有了新的汗王，我拥戴阿萨赖汗，他能保证我们都活下去。我想，假如你们不听俄罗斯的，那就只能等死了。可我们该活着，答应他们吧。我是不走了，不愿意再走了。如果再走下去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也不走了。不能这样！我巴西汗带领我们走到今天，马上就要到了。一旦没有他的统领，图尔扈特人互相残杀，一个孩子是领导不了图尔扈特人走完最后的路的。我们的百姓刚刚从迷狂中醒来，他们看到了前方是故乡，而不是大漠荒沙、死亡沼泽、冰山雪原。他们不会放弃的，他们大多是愿意向前走的。他们相信汉腾格里
就在前方引领着他们到美丽的家园。那里是安宁的圣地。活下来的百姓都明白，他们都是英雄，他们不会忘记过去。就连孩子们都亲临过战场，那样的战斗洗礼了活下来的人们的灵魂。要相信他们，前方的曙光看得见。百姓们不怕，只怕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。我们只承认沃巴西罕。图尔扈特人为了完成东归大业，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我们不能反悔，绝不能返回伏尔加河，让俄罗斯见鬼去吧！韩，为了我们的目标，我们情愿去死。韩，如果有少数的百姓要是不服从的话，我们就按法典来执行。别让那些怕死鬼毁了我们东归大业啊！大家不要激动，让韩来抉择，他会为我们指明出路的。策布克，图尔扈特人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险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现在却要因为阿萨赖的汗位分裂了。这才是图尔扈特人遭遇的最大的威胁。韩国有了2个汗王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。您遇到了您执政以来最大的困境。阿萨莱能活着回来，是长生天送给我们的惊喜。用你的智慧来化解我们图尔扈特现在的困境吧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想的？难道你觉得我有反悔的理由吗？我能放弃故乡吗？再不会有那样的机会了。按照我们的法典，是要有个说法。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。如果这样沉默的对抗下去，全部图尔扈特人的生命就会葬送在波将军手中。停下来不走，是可以活下去。他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返回去。遥遥几千里，图尔扈特人会全部灭绝，因为那时候的图尔扈特人灵魂会在失败的精神中死亡的。那样的覆灭更叫人难以面对。我们会让他们像驱赶牲畜一样的死在路上，生机渺茫。我们会成为他们的奴隶囚徒。现在图尔扈特人只能有一个汗王，那就是你。你知道百姓的脚步不能停下来，可是现在百姓们每迈出一步都是艰难的。这和走出大漠沼泽、冰川雪原不同。我们面前的俄国军团是让百姓们直面死亡，这是很残酷的。已经脆弱的心灵，就如同你面对你的儿子一样，为了他，你的心在颤抖。你说不清为什么开始害怕死亡了。我们的双脚迈过多少尸体，你都挺住了，那是因为你面对的是死去的人，而现在你要面对的是让活着的人白白的去送死。我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没有任何对抗的能力，没有一发子弹，士兵们连拿起弯刀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死亡在一步步地走进我们的躯体，再没有了看到海市蜃楼的迷狂。百姓们想活着，那近在咫尺的故乡看得见了，却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这就是我们图尔扈特人的现状。想迈出这一步，只有你能引领百姓前行，不然就是听凭俄罗斯的任命，承认阿萨莱汗，叫活着的图尔扈特人暂时延长一下生命，暂时的活着。回去的路是让英雄的图尔扈特人在失败中灭亡。向前行是新的突围，我们是迎着死亡面向东方。生的时间对图尔扈特人来讲缩短了。想要前进，就得按照图尔扈特的法典，让阿萨莱消失，叫俄罗斯的梦想破灭。我的汗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百姓的孩子和亲人都走了，牺牲在东归的路上，而贵族的孩子活着。你沃巴西的孩子现在要继承汗位，这是不公平的。阿萨莱的出现是毁灭东归大业的魔鬼，想要唤起新的事迹，只有在您的引领下，再一次面对死亡突围，这样才能走完我们的东归路，让英雄的部落朝着太阳挺立。不，这不可能。策布克，我不能接受你这样的建议。让你像伊凡雷帝那样杀子，是因为你是汗，就不能有常人的感情。你该有的是图尔扈特的全部百姓，他们都是你的孩子，牺牲一个，即使保全的很少，这也是你该做的。这是你的生活法则，你不能改变。苍天在看着你，百姓们在等着你。继续前进要付出代价，而返回伏尔加河意味着避免了牺牲的困苦。可是关键是他的出现，为那些已经承受不了痛苦、开始动摇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。他们会利用这个借口公开反对东归，并且可以影响您的支持者。策布克，你们一直没有放弃杀死他的念头。如果图尔扈特把一切都嫁祸到一个孩子的头上，自相残杀到如此地步，这个民族已经无可救药，就已经灭亡了。是的，为了避免图尔扈特人的分裂，为了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们，为了我们的理想不至于半途而废，这是唯一的选择。你死了这条心，我不会答应的。您刚说过，为了理想，您不惜付出全部图尔扈特人的生命。汗，难道将要断送您的理想的新汗王，比全部图尔扈特人的生命还重要吗？我对央金发过誓，放弃你偏执迷狂的想法吧。如果不能去爱一个孩子，保护一个孩子，长生天也不会宽恕你。那样你在百姓的心中就已经死了。来，阿萨莱，你这衣服我一直给你保留着，我相信有一天你会穿上它的。来，真好看。你们都出去！策伯克台吉不让百姓接近小王子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王子要独自关押。为什么？走，不要这样！快走，出去！不要这样！走，放开我！不要这样！走。舍楞台吉，您找我有事儿？您就像是图尔扈特人的保护神，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出来拯救我们。
泽波克太极，您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啊？按照我们图尔扈特法典，阿瑟莱不能成为新的汗王，需要您的帮助，结束他的继承权。这是我巴西汗的意思吗？这是解决我们图尔扈特人内部争纷的唯一办法。即使汗王下令，任何一个图尔扈特人都不可能亲手杀了他们的王子。但是您可以，因为您是准格尔人，不会有弑杀王子的心理负担。难道就没有比我更合适的杀手了吗？我们为什么还能这样做？我们再也不能忍受那种没有尽头的苦难了。我想跟着阿瑟莱克汗回到伏尔加河去。一个人。图尔扈特汗后的阿瑟莱克汗，这难道有错吗？既然有了新的汗王，韩国仍然可以存在，我们为什么要去死呢？即使是汗王的命令，我也做不到。如果图尔扈特人把一切恶果凌驾在一个孩子身上，自相残杀，这个民族就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，这个部落必然会灭亡。中国有句谚语：“虎毒不食子。”如果丧失了人性，你们将永远走不出这个地方。泽波克，全体百姓的意愿，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能够代替的。我不相信这是你们扎尔固的意见。面对死亡，图尔扈特百姓早已不是你们几个贵族的思考，权力不是自由的象征。你们给予百姓的不是自由，因为你们把至高无上的权贵放在了第一位。他们面对生命的自然法则已经有了自己的信念，他们的脚步站在大地上，坚实而有力。真正怕死的是你们。自由是百姓们每天都能感受得到的生活，而你们却把自由给忘记了。放弃你的狂迷的想法吧。长生天是不会宽恕你的。你已经死了，在百姓的心里，你已经死定了。告辞。阿瑟莱，阿瑟莱，看着我，你害怕了？傅寒，我的妈妈是不是走了？是的。你没有保护好她。我不是一个好丈夫。你也不是个好父亲。是的。我更不是一个好汗王。我没有保护好我的部族百姓。我一直在考虑怎样去赎我的罪过，让那些死去的图尔扈特人的亡灵在天堂的草原上能自由地歌唱，找到那片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草原。你的将是想让我和妈妈一样离开你，你呢，
是来和我告别的吗？来决定我的死吗？是吗？阿萨赖，我们这一路走来，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。不管结果是什么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不是吗？今天你是图尔扈特的新汗王了，应该是你来决定图尔扈特人今天的命运。我不做汗王，你没有办法，是他们想杀我。我想知道，图尔扈特人为什么要回故乡？为自由。你的自由是什么？我想回到妈妈向往的东方，回到你的身边，和你一起面对俄罗斯。是达什顿叔叔叫我明白的，他是为了我和塞尼亚都死在了一起。阿萨赖，我的儿子，你长大了，要记住，所有的美好时光都会过去的，让我们懂得珍惜。不哭了，孩子，你要坚强起来。外面阳光明媚，我们一同走向东方。来吧，孩子。傅寒不骗你，外面的霞光真的很美。你不是要去找妈妈吗？我们一起去。图尔扈特的人们，今天是决定我们或者回到故乡，或者停下来的最后时刻。但是这个权利我将交给你们自己，你们自己的心灵会告诉你们该怎样的活下去。我不是你们的汗王了，扎尔固的决定已经不能准确地代表大家的利益。贵族们在东归路上的特权早已废弃。我不是一个好汗王，作为图尔扈特汗，我是有罪的。苍天在上，权力属于百姓你们自己。活下来的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。阿萨赖和我不再是你们的汗王了，我们和大家一样，选择了我们的路，绝不返回俄罗斯，去太阳升起的地方。儿子，我们走吧。
无论谁先走，我们都要等着。我爱你，父亲。图尔扈特部落没有一个人留下来不走。我们没有真心，没有对立，只有一种视死如归、迎向死亡的坦荡。我没有回头看万众一心的百姓，我已不是图尔扈特的汗王，我和普通牧民一样，只是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。那是真正的回家，阳光洒在牧人们的脸上，每一个人的微笑那么从容，就像是一次真正的游牧迁徙。你们都疯了吗？手无寸铁！再往前走，我们就开枪了！准备！达什顿啊，达什顿，达什顿回来了！见鬼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我看见过，他怎么能随着驼队回来？上帝，这些
托尔扈特人，他们是幽灵吗？大士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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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达尔顿叔叔，大士顿，大士顿，他活着是他，他是沙漠里的孤狼，这太不可能了。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他，竟然能走这么远的路？一场战争的胜负不是决定于敌我双方兵力的强弱和大小，输赢是上帝了安排的。有一种力量是不可战胜的。你看见了，这些蒙古人是些幽灵，游荡在大地上。不是幽灵，是一种难以消灭的精神。你说什么？即使是死去，也还会复生。死而复生，只有耶稣能够做到。达尔顿叔叔，大士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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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。大士顿，这是你的命牌。哥哥，我回家了，别丢下我。大士顿叔叔，大士顿，阿萨莱，大士顿叔叔。我把阿萨莱交给你了。我们不是说好在这里会合吗？我们一起回家。还有阿萨莱，大士顿，我的好兄弟，我们就要到家了。我带你回家。我们的故乡很美，我们再也不打仗了。请你相信我，我背你回家。哥，我回来就是为了见到你，不能和你相伴，但我的心要永远和你相随。阿萨莱，你一定要带走，千万不要把他留下。我们托尔扈特人尝够了漂泊的滋味，不能再这样流浪了。我要回家。大士顿叔叔，我要回到那片属于我的土地。我要回家。大士顿，大士顿，大士顿，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们再也不能一起回家了。我该如何向死去的额吉交代？你自由的灵魂已经飘然归乡，我只有追随你的脚步，继续前。